随时有关疫苗的消息，卫生部长陈时中证实讲，去年甲德国 BNT 公司所买500万剂疫苗破局，也是公布成，并且暗示讲，这是来自对方的压力。对了这个代志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讲，这是无中生有，空嘴报纸。早起，卫生部长陈时中讲，最近伊的耳孔有抗猫，莫阁互相攻击啊！有可难言下到会替死囝，这是伊的代志。另外，台湾感觉到涉过 BNT 大中华地区的代理商，也就是上海复星制药买到这个疫苗，感染科专家分析讲，这牵涉到商业的谈判。有人就不希望台湾太高势嘛，有人就不希望台湾太高势嘛。有人是倒一个人，卫福部长陈时中话中有话，互外界咧药，这个人是伫对方，因为德国 BNT 疫苗的大中华区代理商是上海复星制药，所以断台湾500万剂疫苗的路。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反击讲，无这件代志，陈时中一听。这2天觉得这耳朵很痒了哈。那不过我想整体而言，不要就是说互相的这样的攻击哈。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提过，大家也不用急着对号入座了哈。那有苦难言是我的事情嘛。期待各方各国都能早日有疫苗可以保护各该国人的健康，所有的政治口水其实都不必无中生有。针锋相对，不过现实也是要面对，因为上海复星比辉瑞早一步投资 BNT， 摕到疫苗大中华区代理权。台湾500万剂疫苗合约，若是想要跳过上海复星，直接找 BNT 总公司，敢会成？要拿到这个疫苗，如果直接从原厂拿到，大概的前提就是大陆的复星公司这次愿意不管这件事情。可是问题是，他要不要放弃嘛？不过路透社报道 ，BNT 总公司要写照计划提供疫苗给台湾，不过敢会当讲会到做会到，就看到时阵疫苗什么时阵才会到。